Hello， 大家好，印慶月贊晨，今日係2025年4月16號。今日咧繼續跟進翻施政報告相關嘅問題啦，最主要係圍繞住博彩。第一個就係澳門嘅公共財政問題。咁大家知道啦，澳門嘅公共財政最主要都係靠博彩稅收嘅啫。過去一直好多年咧，博彩稅係佔咗澳門特區政府嘅收入7成幾、8成甚至以上呢個比例嘅，一直都係好高㗎。新嘅特首陳茂輝尋日喺回應相關嘅問題嘅時候咧，就講啦，澳門嘅財政結構失衡，存在稅基狹窄嘅問題。今年政府嘅經常性開支係達到1150億元，而博彩稅收嘅預期咧大概係931億元，佔比咧係8成1㗎。政府剛性嘅支出持續咁攀升，公務人員嘅開支已經達到300億元㗎啦。社會福利嘅開支只會持續咁增長。如果澳門每一個月嘅博彩稅收低過150億嘅話，澳門就可能面臨或者面對財赤嘅風險。習特首咧亦都重申，如果澳門嘅博彩無收入每一個月由預計嘅200億跌到120億或者150億嘅話，澳門特區政府嘅剛性開支咧就難以應付啦。首先咧喺呢度咧要講清楚翻少少啊，博彩無收入就還博彩無收入，博彩稅收就博彩稅收，係兩個唔同嘅概念嚟㗎。儘管兩個咧就好相關，澳門咧極少係有機會咧收到每一個月嘅博彩稅收咧係有150億㗎。澳門博彩近10年嚟啊，最高峰嘅時候應該係2013、14年呢兩個年度啦。咁2014年2月份咧，澳門月度嘅博彩無收入咧已經達到一個高峰，係去到380億嘅。以翻0.39即係39% 嘅博彩稅呢個計算嘅話咧，當時2014年2月份澳門嘅博彩稅收咧就有152億。之後嘅月份咧都冇152億稅收咁誇張㗎啦。即係一般而言啦，如果用翻200億一個月嚟計算嘅話咧，每一個月嘅博彩稅收咧係稅收話就大概係77億元左右啦。回歸正傳啦，到底澳門月度嘅博彩無收入有冇機會好似特首所講，由預計嘅200億跌到去到120億或者150億咧？咁答案肯定係有呢個機會嘅。疫情期間就試過啦。我過去亦都講過啦，澳門嘅博彩無收入有幾多，澳門嘅賭稅有幾多咧？其實最主要睇嘅咧就係中央政策。中央政策咧就好似一個水喉咁㗎。佢嘅水喉放大啲、扭大一啲，咁澳門嘅博彩稅收、澳門嘅博彩無收入咪自然多啦。但係如果中央嘅政策收緊啲，好似個水喉收緊一啲嘅話，澳門嘅博彩無收入就自然降低啦。所以最主要睇嘅咧，其實要睇翻中央嘅政策。而觀乎現在近呢1-2年嚟嘅中央政策或者中央嘅取態咧，保持翻澳門有200億嘅賭收每一個月咧，咁我覺得中央嘅政策都係 OK 嘅，暫時如果冇咩特別嘅大改變啦，或者冇咩特別大嘅事件發生嘅話，我覺得澳門嘅賭收企喺150億以上啦，到200億之間啦，呢個距離浮動咧嘅機會係比較高㗎。暫時澳門嘅經濟大盤或者澳門嘅公共財政咧都仲係穩健嘅，至少澳門仲有6162億元嘅財政儲備啊嘛，截到2024年嘅12月底，相對嚟講已經係比較穩健嘅。短期之內啦，中央嘅政策冇特別大嘅轉變嘅話，我覺得澳門嘅公共財政都尚算係穩健嘅。但係你話係咪要居安思危，係咪要開源節流？呢個當然啦，應使則使。社會一直都要求特區政府唔好洗腳唔抹腳，應該係量入為出，應使則使。係邊個冇財政紀律呢？係特區政府。社會一直都希望你審慎理財㗎，邊個唔審慎理財呢？又係特區政府。所以所有嘢都係睇翻特區政府係如何去遵守佢哋嘅財政紀律嘅啫。好似減少一啲無謂嘅掘路工程，重新評估過一啲公共工程，應起嘅就則起，無謂起埋晒一啲唔等使嘅嘢。真係要起嘅話，都要因應翻輕重緩急，唔好一次過堆埋一齊，增加財政嘅壓力。第二個問題就係關於6大博企即係由2023年開始計嘅10年之內嘅非博彩投資係去到1300億㗎啦。到底呢1300幾億嘅非博彩投資係如何去用好佢呢？行政長官陳茂輝喺施政報告當中就提到啦，為促進博彩業依法健康有序發展，特區政府將會敦促幸運博彩承批公司有效咁開展非博彩投資。
引導成批公司將更多嘅資源投放於支持澳門同埋橫琴重點嘅產業項目，以及有助提升澳門整體競爭力嘅品牌項目，建立健全非博彩投資項目嘅效益評估指標，定期檢討批給合同整體嘅履行情況，要建立一個健全嘅非博彩投資項目效益評估指標，唔係一早已經建立咗嘅啦咩？點解今時今日先要建立呢？係嘛？OK 啦，我就唔同佢咬文嚼字啦。事實上，你呢個評估嘅機制確實係需要建立嘅噃。過咗2年咯喎，有冇評估過呢？佢哋嗰啲非博彩投資有啲咩經濟效益呢？製造咗幾多嘅就業崗位？製造咗幾多嘅 GDP 呢？2年過去咯噃，特區政府又冇公佈過。咁如何去評估6大博企非博彩投資項目嘅經濟效益呢？市場效益呢？咁特區政府就冇交代啦，亦都冇好詳盡咁講啦。可能要經財師，佢可能會講多啲啦。大家唔知道嘅，但係呢個機制嘅關鍵一點就係你要公開，你要透明先得㗎。你評估咗啦，你嘅指標合唔合理呢？唔知道嘅。如果內部評估又唔公開，咁其實嗰個說服力就有限嘅啫。所以我哋一直都係要求6大博企嘅年度計劃，佢未來嗰幾年入邊有啲咩個項目會投資嘅大方向，一直都覺得係可以係公開嘅。你公開咗，你先至啲中小企睇到有冇機會去參與啊嘛。所以我哋一直都講所有嘢其實公開透明咧就係最好嘅。你嗰啲評估指標到底設立得科唔科學，計嗰啲分數啱唔啱，準唔準確，符唔符合得到社會大眾所需，或者對博企公唔公平，咁呢啲嘢社會都有權知嘅啫，係嘛？政府要監督博企。咁社會亦都要監督政府同監督博企噶嘛，乜都唔公開閂埋門自己去計嘅話，咁社會就無從監督啦。咁你講乜都得㗎啦，係咪？即係社會會有呢個質疑嘅，冇一個社會嘅壓力，冇政府嘅壓力，咁呢啲非博彩項目嗰個真正嘅執行狀況係咪真係對澳門整體嗰個發展係有利咧？咁呢樣嘢社會傳議咧係好合情合理㗎。第3點就係衛星場嘅去留或者相關嘅問題啦。咁過去一排其實傳媒嘅討論、社會嘅討論，無論係博企或者係衛星場主相關嘅員工咧，其實已經討論得沸沸揚揚啦。大家都好擔心或者係憂心忡忡。咁到底衛星場嘅去留如何咧？我份工得唔得咧？同埋相關啲商鋪周邊啲小商圈其實已經相當之緊張㗎咯噃。但係睇翻特區政府似乎對呢樣嘢咧，真係唔係話太上心嘅啫。而特首喺施政報告之後嘅記者會上面咧，亦都係有所回應㗎。咁特首係咁講㗎，衛星場嘅過渡期咧就即將結束啦。特區政府將會依法做好相關嘅協調工作，並呼籲相關嘅博企承擔責任，並及早制定預案措施。相關嘅法律咧已經有明確規定同埋處理嘅方法啦。特區政府亦會適時按法律執行。沈特首亦都強調，有衛星場嘅博企有責任確保衛星場員工嘅後續安排。聽咗特首咁樣講，我相信咧問題都依然係未解決，相關嘅人士依然都係憂心忡忡，因為特首基本上就冇咩新嘢答過，亦都冇啲咩好明確嘅政策係講到出嚟啦。人心惶惶係依舊嘅。正如之前都有講過啦，衛星場事件唔單止係衛星場相關嘅博企或者員工一啲私人嘅商業行為啦，或者一啲好普通嘅僱傭關係啦，並唔係咁簡單。咁呢度咧就唔重複啦。但係你睇翻特區政府係有責任嘅，因為衛星場是否繼續做落去，嗰個管理費嘅合同咧，特區政府係要去處理，係要去睇嘅。但你有冇去睇啦？至少特區政府你依家講話依照相關嘅法律規定係去做啦，係嘛？咁你要定個 deadline 咯，幾時博企同衛星場之間要達成一個共識，要交到一份管理費嘅合約嚟俾特區政府去審批咧。咁呢啲特區政府都要公開要公佈㗎，係嘛？咁你都唔俾個 deadline，你都冇相關嘅規定，咁如何促成雙方坐低去傾咧？另外就係賭台嘅去向啦，賭台就係要歸翻特區政府，再由特區政府去統一分配嘅。衛星場11個大概嘅賭台係450張。如果未來嗰11間衛星場真係做唔落去嘅話，相關嘅賭台應該就由特區政府先收翻，然後再根據實際嘅情況再合理分配翻俾6大博企，係嘛？係嘛？問咗2次，點解呢？呢啲係社會嘅理解，特區政府係咪咁理解呢？係咪咁樣做呢？
唔知道。咁呢啲咪就係關乎到公眾利益咯，呢啲就係唔純粹係博企同衛星場之間嘅事咯，亦都唔純粹係衛星場同佢啲員工嘅事咯，係嘛？係牽涉到整體有好多嘢嘅，咁呢度就唔重複啦，係嘛？但係特區政府應該依家4月份啦，應該要有相關嘅安排係公佈，你有責任係去介入，特區政府係責無旁貸嘅。第4個問題就係博企要削減外僱，充分保障澳門本地人嘅就業基本權利，還職於澳門人。針對呢個問題咧，林宇滔議員尋日亦都係有問特首㗎。多謝主席，特首閣下，早前多名博企嘅工作約10年嘅後勤本地員工突然收到公司嘅通知，不以合理理由係即時解除勞動合同㗎。公司管理澄清員工係冇犯工作上嘅錯誤，並非表現不佳，卻在冇提供任何轉職嘅情況之下就被裁員。公司雖然有依法作解僱補償，但係被裁嘅員工都50幾歲，學歷又唔高，根本難以喺目前嘅低迷嘅環境再就業㗎。與此同時，有本地年輕人因響應政府增值自己向上流動，毅然辭職參加咗勞工局同埋博企合辦嘅就業家專項培訓計劃。但入職後就不單發現培訓未如計劃般執行同埋落實，博企甚至喺3個月面試期嗰個試用期完結之前喺員工冇犯錯之下，僅以試用期未到係終止合同。當事人向勞工局反映嘅時候局方竟然聲稱合辦嘅項目嘅身份都係轉介，冇辦法監督企業嘅。6大博企嘅外僱數字其實喺疫後持續增加，去年底已經達到3.2萬。若以最新2024年9月同埋2022年10月比較本地僱員只係增加咗2%，但外地僱員大幅增加咗67%。博企喺外僱大增之下，仍然無理裁減本地人，本人認為係完全無視本地勞動法律同埋社會責任㗎。請問特首閣下，新一任政府會唔會恪守法律同埋合約嘅精神，嚴格監管6大博企，依法依規保障本地人就業同埋向上流動嘅機會，明確削減6大博企外僱數目，同埋制定外僱比例上限，真正還職於民呢？多謝特首閣下。記得請行政長官，多謝林宇滔議員。2024年呢嗰個外勞嘅人數同2022年比，當然係大幅增加，甚至1倍增加都唔奇怪。點解？因為2022年係疫情期間，而且係最惡劣嘅期間，所以好多外僱有啲走咗啦嘛，炒咗啦嘛，有啲離開咗啦嘛，係咪？本地員工就有好多保留嘅，所以咧如果比較，因為我哋已經舊年年底公佈咗啦，我哋經濟復甦，特別係整體嚟講，旅遊休閒嗰個領域咧係90%嘅啦，去到疫情前19年90%，所以我覺得更加合理嘅咧，我哋睇2019年底咧，我哋本地嘅整體嘅勞動人口係28萬1千人，2024年底咧係28萬6千人，增加到5千人，唔係好多，確實係唔理想。外勞咧，2019年底嘅外勞咧係19萬6千538人，到2024年底外勞18萬2千542人，亦即係講唔係話我哋疫後咧外勞大幅增加。既然我哋成個旅遊休閒，我哋嘅遊客3940幾萬，我哋整體嘅經濟復甦狀況去到2029年90%、80%。當然勞動人口，無論係本地勞動人口、外勞都好，佢要因應實際運作需要增加，所以從呢個角度嚟比較。但係提出一個問題，我哋嘅6大博企，佢哋一定要按照規定咧，係培訓晉升本地嘅員工到中高級嘅，只要符合條件，我相信我哋監管部門亦都係去跟進去做。第一個，其實到開始啊，2016年開始要求嘅時候咧，佢要逐步中高級本地人員咧已經係80，而家已經係到2025年嘅2月份咧，呢個比例已經90%，89.9%中高級嗰個博企本地嘅員工已經係近90%嘅呢個比例。所以咧，外來咧，將來咧可以睇下佢哋中高級嗰啲嘅員工嘅比例，外勞同埋本地員工嘅比例睇睇，亦都係留意。確實，如果需要符合條件嘅話，我哋鼓勵，甚至可以要求佢哋多晉升本地嘅員工。第一個，第二個咧，確實應該係6大博企多培訓我哋本地嘅員工加入呢個行業，因為總係有流失㗎嘛。所以咧呢方面咧，下一步咧係要求佢哋去進行加強。
但係有個原則嘅問題就係一定輸入外勞，唔一定係淨係綠台博企，尤其係綠台博企因為比較集中嘅地方，一定係一個補充輸入外勞，一個係補充嘅政策措施。只要影響到唔合理咁樣影響到本地勞動就業，政府一定會進行監管。所以一定要為自己運作，客觀需求該俾幾多，但係本地就業優先呢個政策唔能夠動搖。第一，第二咧，所有如果係唔合理，甚至係咧創造疑似合理嘅理由去勸退或者解僱員工，呢個大家要關注。我相信我哋嘅勞工部門咧係好好跟進去研究去睇，係咪實事求是？另一方面，如果係一到一定時候咧，有啲員工唔適應或者自己唔適宜，需要轉行，我哋嘅職業培訓嘅機構應該政府要考慮。所以點解會話考慮咧一個綜合性嘅培訓平台？因為唔同階段嗰啲員工喺唔同嘅行業裏邊工作，佢總係到一定時候係覺得唔適宜噶嘛。佢係咪可以協助佢轉移咧？如果係作為僱主，佢睇到佢都唔適宜，繼續捱落去，未必係好事喎。有時候喎，反而某一種方法嚟勸退佢補償，然後咧，但係關鍵係佢係善意定係非善意。第一，第二係咪有個依法合理嘅一個補償？第三，最好能夠有個機制等佢轉到另一個行業，經過適當嘅培訓。針對博企外僱嘅問題，其實過去都講過，都並不新鮮嘅。我哋嗰個訴求又好，要求都好啦，其實都係一致嘅啫。無論你19年你話有19幾萬嘅外僱，或者2024年底只不過得182000幾嘅外僱都好啦。其實呢個唔係重點嚟嘅，重點嘅就係要睇翻個經濟狀況啊嘛。現在嘅經濟狀況係咁樣樣，好多本地人係失業，揾唔到嘢做。揾唔到一份長工，兼職好多而且失業或者係兼職度日係有年輕化、高學歷化嘅趨勢。呢啲問題係擺喺面前嘅喎，只不過特區政府唔去正視呢啲問題，就打一堆數字嚟話總體嚟講，2024年底嘅外僱數字咧，比2019年底嘅外僱數字少咗萬幾人喎。呢度亦都要強調嘅，澳門係需要外僱嘅。冇外僱嘅話，澳門嘅經濟都好難運作嘅，呢個大家都明，大家都知道嘅。但係當本地人嗰個就業都出現問題嘅時候，外僱就要退場啦。澳門嘅經濟已經出現咗一啲變化啦。當本地人都揾唔到一份長期穩定嘅工作，冇一個比較好啲嘅收入，當好多年輕人一畢業出到嚟揾唔到嘢做，只能夠送外賣或者做兼職，當一啲有經驗有學歷嘅人30零40歲都揾唔到嘢做，正值壯年咁好嘅經驗咁好嘅學歷都揾唔到嘢做嘅時候，咁外僱咪要退場咯？呢個係好正常、好合理、好合法、好合情嘅要求嚟嘅啫。點解特區政府仲喺度兜兜轉轉嘅咧？博企現在已經有啲有理又好、無理又好，或者疑似有理嘅解僱都好啦。個問題係越嚟越多咯喎。咁特區政府咁如何去跟進咧？唔係喺施政報告入邊或者回應記者嘅時候講兩句官樣文章講呢啲咁嘅説話咁就解決咗，而係真真正正你勞工局係要去解決問題喎。而削減外僱就係最直接、最簡單，而且係最有效嘅方法。只要澳門人通過佢嘅努力，有適當嘅能力，佢可以揾到一份長期穩定嘅工作，甚至有前景嘅工作，佢先至會捨得消費，先至會肯去拍拖，夠膽去拍拖，夠膽去結婚，夠膽去生小朋友，夠膽去買樓噶嘛，係嘛？夠膽去消費，如此先至可以振興得到澳門嘅內部消費、內部經濟噶嘛。依家啲中小企就喊晒救命，澳門嘅經濟其實側埋一邊噶嘛。如果要解決上述相關嘅問題嘅話，關鍵嘅一點翻去還原基本步，就係要有一份穩定長久嘅工作、穩定嘅收入。如果連本地人都揾唔到一份長期穩定嘅工作收入都唔穩定嘅，咁呢啲復甦、呢啲經濟增長，即係一啲作用都冇噃，係嘛？經濟增長、經濟發展到最撈尾都係要改善民生啊嘛。而改善民生嘅第一點就係要有一份穩定長期嘅工作，有穩定嘅收入。長期穩定嘅工作都保障唔到本地人係有嘅，咁如何振興內部嘅消費、振興內部嘅經濟呢？你現在話要救市、振興內部嘅經濟，又希望提高澳門人嘅出生率嘅話，第一點就翻去最原本嗰點，就係保障翻個就業市場，去翻一個合理嘅狀況，等有能力、有意願
嘅澳門人係有機會揾翻一份長期穩定嘅工作，有穩定嘅收入，呢一點係最重要㗎。而博企現在係有能力，亦都有義務、有社會責任咧，係要聘請更多嘅本地人。咁呢啲過去都講咗好多啦。咁呢度咧就唔想重複啊，就希望特區政府係明白。好啦，今日咧就簡單講到呢度啦。歡迎大家繼續訂閱我個頻道，俾個 like 我，或者 share 嚟俾你嘅朋友。拜拜。